降服结果了，人家多报我。如果说要降服他人的话，必须自己要一定的觉悟正量。降服别的东西了，这个都买。不是说光只是修仪轨，这样不是说可以做降服的。他上边的逻辑是告诉我，我们前期的那个讲明是讲功能，我们前期的路干呢，这开始就可能要电话用我的事嘛，要电话用路干呢，俺们这个老板的事啊，他听到了解决民主事，可我们前那个什么难呢？可能呢，马上做扎起来现在我们这个他满足肯定是那个接触的事，接别个的事。好，之前不是有讲过一个这样故事吗？这个有一个大修行者，他在修行的时候，正在修行打坐的时候，三个鬼想去伤害这个修行者。当正准备要去伤害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说这个修行者，这个修行者观修，或者说修行者他自己的生命。而更加的把重视他人有情重视，甚至是妖魔鬼怪的，这个生命，看成比他自己的生命更珍贵，更重要。之所以呢，我们无法忍心去伤害他者。这个电影讲过，生了前代生活面的人，推脱过多嘛多，他那边呢，他觉得跟那个出家人的了，奇怪。所以呢，我的了他。所以呢，只能用慈悲善心来调伏他人，要不然这个恶心坏心来去对待他人的话，相对他人也是会同样伤害自己的。你这里呢，判断了蛮清楚那点嘛，是吧？如果说对鬼来讲的话，你不伤害他，他也不会伤害自己的。所以这个你这个判断蛮清楚那点是吧？同样的，对蛇来讲的话，你不伤害这只蛇的话，蛇也不会伤害到自己。或者把那个钱，或者把兔子跟自己，刚刚那点都上，显然钱就说这个。所以呢，蛇呢是如果说你碰它或者伤害它的话，它认为说你在伤害它，所以呢它反过来就会用要过来战。对的，现在强力是前就是光过的，强力是光过。好，之所以呢这个大慈悲心。观修以及菩提心需要时常去修持。但今天讲到的你天生有老的嘛，我们那在缺用途嘛的呀，我去缺用的。好，慈心与悲心以及善心之不修持的话，是没办法能够修持好这个正确的佛法。那这样唱到了圣上不了我才我大。之所以呢，请大家务必要保持善心。那你觉得嘛？这些全部修完了的，看了身边干嘛？人家没给我提过了，查这些，那多，这些全部就是那个，包括那的呢，罗当，这些修完了，跟他说嘛，看了身边的呢，干嘛人家给给我提过了，查这个，查我是的，查这个对象的，可能性的了，对呢，生意的去干嘛的，第二呢？这个呢，店员呢，他没有下车的意思，对吧？好，这个728页，这个寂天菩萨有这么说啊：何人生慈珍贵心？我既敬礼匹士夫。所以呢，这个词句有没有看到？扛拉是的，扛拉。何人？扛拉是个说的属于哪是？何人是什么样的人者？不管是任何人，众生什么样的那个修行者啊，或者是就是什么样的人，圣人，哪怕人间铁死。好，不管是任何的众生，能升起珍贵心，这个人差评，我既礼敬匹士夫啊。当然了，就我们你记得的全就是给人了，记得的下次少有的，前面一种。比如说门口的狗，那倘若它有升起这个菩提心的话，那它也是成为一个顶礼的对象。也就是说，我既礼敬这只狗这样的意思。树到树，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众生的心胸的升起菩提心，这个变成都是
等你的对象，好吧，就是等你，好。第谁对方呢？第二个，他升起的他咋起不来啥？所以说，能升起菩提心的众生就非常的珍贵。好的，刚刚是你了，看了那个经典，带着就那条钱少要说确实。好，再来说，谁令害己只得乐？我既归尽彼乐园。哎呀，刚修了的呢，圣洁当把人间成就神菩提心的缘呢，那天人马上做的那个天人马上做的你这我几下通了，那说上八顿那个去，对吧？也是这样，往下通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对任何人有了这么殊胜珍贵的菩提心，如果说对他能结缘的话，那是不可思议的福报。但是现在我讲，第二个呢，跟那个说上八顿嘛没有，俺讲，你这个讲究的圣洁的，看来圣洁的对了，圣洁对了没对了，对呢，在那告诉我的，那个老的，他那个老前年，多个人，他前年就把几家的人那样，2万全部的是的。好，不但是能跟他这个有菩提心的人，不但是这个有菩提心的人对他能够结善缘，不但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倘若有菩提心的人对他能够结下一个恶缘，或者已经伤害他的话，那也是成一个这个产生快乐之源。这里有没有听到？升起菩提心的人，我们可以直接讲比较聊的方式比较容易啊。升起菩提心的人，我们当然就是跟他有种下一个有缘，种下一个缘分因缘的话，当然我们要得到福报，不可思议。与阿拉不用讲。当他升起菩提心的人，跟我们种下一个恶缘嘛，对不对？恶缘呗。恶缘的话，一定会得到福报，那个福怎么说？功德功德一定会得到功德。这个是特的，那个菩萨的一个他的那个特殊的一个对吧？因为他有特殊的一个善根的大家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可以种一下，跟他，我们就直接讲，跟他有关系得到菩提心的人我们跟他有关系的话，我一定会得到功德不可思议，福报不可思议但是那有没有那个得到菩萨？我可以恶缘种下一个恶缘菩萨的话，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功德？会一定会得到功德，因为我已经关系到菩萨，我没有关系到上那个还有我的给这乐果没有关系到乐果，对不对？有人指望底下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结下快乐之果，应该没对知道这下了，但是结下了一个这个恶缘的果，我这个2万9度的是，但是仍然还是会得到快乐。你强就三把，跟你三个，人家过来给你开去了。这呢是一个生于菩萨的特殊的这个因缘。